今堂我要同大家講嘅交易優勢係數學優勢。咁我哋之前其實已經係學咗唔少喺技術圖表上面嘅交易優勢，並且你已經學到咗點樣去辨識圖表上面嘅多重優勢進場區間。咁而去到實際進場嘅時候，我哋都需要去運用數學優勢嚟到去判斷嗰個嘅多重優勢進場位置係咪值得我哋去進場。要明白，唔係所有嘅位置，當你係見到有多重嘅支持或者多重嘅阻力，都係值得你去進場嘅。如果嗰個位置嘅 risk and reward ratio， 即係話回報與風險比率，以及嗰個位置喺設置止損上面唔能夠 make mathematical sense 嘅話，咁就算我見到某隻股票係出現咗 META 都好啦，我都未必會交易佢。點解數學優勢咁重要？因為交易世界其實亦都係一個數學遊戲。最簡單一個道理就係，如果你係虧損 50% 嘅話，你就需要獲得 100% 回報先至可以追平損失。所以面對住 drawdown， 我哋從來都係站喺數學劣勢嘅嗰邊。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要好好管理風險嘅原因。咁而我今堂所講嘅數學優勢，主要係針對回報與風險比率以及設置止損而言。我最想見到嘅情景係，當我喺某一幅股票圖表見到有一個 META 嘅時候，同時我係見到嗰個 upside to downside， 即係話潛在回報與潛在虧損係有至少5:1嘅幅度，亦即係我經常所講嘅，我嘅目標係要做5 to 1 trade， 潛在回報嘅空間至少係潛在風險嘅5倍。喺絕大多數嘅情況之下，無論我係用 breakout 嘅 style 去進場，定係用 META 嘅 style 去進場，我都會要求我嘅進場位置嗰個嘅回報與風險比率係至少5:1。同時我設置止損嘅位置，亦都係 make technical sense 同埋 mathematical sense。點解我要咁樣做？原因係如果我所有嘅交易都係做5:1嘅交易嘅話，理論上我就算80%時間係錯，得20%時間係啱，其實我都仲係有錢賺。咁而喺實際上，我哋目標去做5:1嘅交易，最終我哋嘅回報與風險比率唔會係5:1，通常都係 discount 咗嘅。以我嘅實際交易數據嚟講嘅話呢，最終我嘅盈虧比率將會係接近3:1。點解會 discount 咗？好簡單啫，你唔會每一筆交易嘅回報都一定係可以去到你嘅風險嘅5倍或者以上噶嘛。有啲時候佢係可能升咗上去，但係又會跌翻落嚟。有可能你係平手離場，又或者你係賺少少離場。我哋總會有唔少呢啲交易嘅。咁但係呢，即使我嘅平均數據係大概3:1都好啦，我只要30%時間係啱，我都依然都可以 profitable。即係話我10筆交易裏邊有7筆需要止損，只係得3筆交易最終係成功都好，我依然都係唔使輸錢。咁呢個概念就相當之關鍵啊。個原因係，如果你交易嘅目標只係2:1嘅話，即係話你做一個2 to 1嘅 trader， 贏嘅時候贏2蚊，輸嘅時候輸1蚊嘅話呢，咁你喺真實嘅情況，你唔會係2 to 1，你應該係 discount 咗噶嘛。咁你就可能係會變成1.5:1，甚至有啲時候你係會1.5:1之下。咁樣會發生咩事？理論上，如果你係做一個2 to 1嘅 trader， 你只要40%時間啱就得啦。你嘅 winning ratio 如果係保持40% 嘅話，你都係 profitable。但係你喺市場越耐嘅話，你應該會知道，市場去到有一啲嘅情況，你嘅 winning ratio 係會低過40%，甚至乎係低過20%。咁更加唔使講，如果你嘅目標係做2 to 1，但係你實際上係 discount 咗，最後得翻1.5:1嘅話，咁好可能你長期係需要啱一半嘅情況，你先至可以賺到少少錢。但係長期而言，要保持個 winning ratio 喺1半或以上嘅話，事實上係非常非常困難。因此，如果你最終嘅平均盈虧比率係低於2:1，如果你冇60% 嘅 winning ratio， 你根本好難做到長期 profitable。除非你嘅打法係極度短線，例如 day trade， 又或者係1至2日嘅 swing trade。即使係咁都好，要維持長期嘅 winning ratio 喺50%以上呢，其實係非常困難。咁點解我哋係要做啲咁難嘅事情呢？所以我盡量要求我所有嘅交易係做5 to 1， 就係預咗會有呢啲嘅 discount factor。咁我最終可能係會變成3:1，但係就算我變成3:1都好，我30%嘅 win rate 就已經賺到錢啦。係咪容易好多呢？我哋睇下啲實際嘅交易事例。呢個係2024年10月13號，我喺 MYT 每周選股情報裏邊揀選咗 ALAB 作為我哋嘅 swing trade。留意下呢筆交易我哋目標嘅進場位置，以及我哋計劃止損嘅位置。咁呢度你唔使睇佢幾多 percent 嘅，我哋唔會用 percentage 去做唯一嘅考慮。就算呢一度係成10% 都好，如果佢嘅潛在嘅 upside 係有80% 嘅話，咁10% 嘅潛在虧損冇問題，我哋倉位就會做細啲。而如果呢一度嘅幅度唔係10%而係5%，咁我哋相應就會將個倉位做大少少。好啦，咁關鍵係睇邊度呢？其實就係睇前面嘅阻力位置。咁前面嘅阻力位置就大概係呢一度啦。咁啊，約莫呢就係80幾蚊左右嘅。我哋嘅目標嘅進場價格咧係大概61蚊左右啦，
或者貼近60蚊。咁止損咧就57.7嘅，咁換言之咧，大約係3蚊左右嘅潛在虧損，去博取上面20幾蚊嘅報酬。嗱，如果嗰筆交易係有咁懸殊嘅回報與風險比率嘅話咧，咁我咧就會更有信心喺呢度進場，並且係抱住一種輸都係值得嘅心態嚟到去做呢筆交易。因為輸嘅話，我只係輸3蚊或者4蚊；贏嘅話咧，我係贏20幾蚊。就咁睇呢一度啊，嗰個嘅回報嘅空間同埋虧損嘅空間，至少都有5:1或以上啦。咁如果止損咧就放喺呢一度，你會見到10天移動平均線係上緊去，即係話應該過幾日咧，呢一個嘅止損位置就會有10天移動平均線同埋20天移動平均線嘅同時支持噶啦。咁所以呢個位置去做止損，既係 make technical sense，因為如果跌翻落嚟呢度冇反應，仲要跌穿咗前面個浪底，仲要跌穿埋上升中嘅20天移動平均線或者10天移動平均線，成件事就錯咗噶啦。咁所以呢一度去設置止損係咪 make technical sense 啊？而呢一度嘅潛在風險亦都係 make mathematical sense。所以呼應翻我頭先所講，唔係喺圖表上面當我見到有 META 嘅時候，我就一定會進場。我仲要諗埋我嘅進場點係咪容易定一個止損，定出嚟嘅止損係咪符合技術邏輯同埋數學邏輯，容唔容易制定止損，放置止損嘅位置會唔會係可以做到合理嘅，同時佢亦都係有冇極佳嘅潛在回報與風險比率。有齊呢啲嘢嘅時候先至進場呢，你長期咁樣做交易，你嘅交易系統就自然係會發揮出數學優勢，對你嘅長期績效係會發揮到深遠而重大嘅影響。咁我哋睇下呢隻股票之後嘅後續走勢。嗱，好多時候喺實際情況，我哋喺進場嘅時候，我哋雖然知道佢嘅潛在嘅回報有咁多，但係咧喺上升嘅過程嚟講，佢有可能一支箭升上去，又或者係可能咧係挫下咁樣上去。咁喺呢一個嘅例子咧，就係佢喺上到嚟呢度之前咧，係需要經歷一次嘅業績嘅。因此我哋進場之前，我哋去睇佢嘅潛在回報，絕對唔能夠去假定佢一定會好快上到去嗰度。佢有可能最終會失敗，亦都係可能係要經歷一啲嘅時間先至可以上到嗰度。咁所以咧，進場嘅時候，我哋係要諗埋嗰個嘅止損計劃，係咪可以喺之後一個唔係最理想嘅情況之下，我哋所制定嘅止損都係 make sense， 因為呢個係牽涉到我哋嘅 position sizing。咁以翻呢筆交易為例啦，喺業績之前佢就升到嚟呢一度嘅，咁我哋嘅進場位置喺呢一度，咁升到嚟呢一度咧，其實就係去到下一個嘅阻力嘅位置嘅啫。所以其實我哋進場嘅時候係要諗，假設佢只係去到嚟呢一度就停滯咗，並唔係去到最高嘅目標，即係唔係上到嚟呢度或者呢一度啦。咁就咁佢上到嚟呢一度嘅時候咧，呢個嘅空間係咪都存在住一個好嘅回報與風險比率？咁可能未必需要求到5:1嘅，但係至少係咪2:1，甚至乎可以做到3:1就更加之好。咁佢最後咧喺業績之前咧就升到嚟呢一度，當時候我哋俾嘅止損大概5%，而喺業績之前我哋有14% 回報。咁對於大部分嘅中型股票，如果有10% 或以上嘅 profit cushion 咧，我都會比較安心去持貨過業績。咁喺呢一度你就會見到我哋喺業績之前就有14% 嘅利潤，對比起一開始俾出嘅風險咧，我哋已經係有2.74:1嘅回報與風險比率，咁啊相當之唔錯喎。雖然我哋唔知道業績之後嗰隻股票係會發生啲咩事，佢有可能係暴跌嘅，但係我哋亦都要知道，如果我哋做晒一切嘅工作，將自己放喺最容易獲得運氣嘅位置嘅時候，有啲時候我哋係需要放手一搏㗎，因為如果搏啱咗嘅話，可能我哋嘅進場位置從此就係嗰隻股票嘅最低位置嚟，而亦都有可能我哋係搏中咗一次業績之後，隻股票飛咗上去，係令到我哋之後係更加多嘅 profit cushion 去坐多幾個嘅業績，分分鐘隻股票係可以升1倍、幾倍或者10倍嘅。所以我哋做交易係一場博弈嚟㗎。如果我哋嗰個 upside 係有咁多嘅時候，付出嗰5% 嘅風險係非常之值得。特別喺牛市嘅時候，啲股票係可以升得更加多。咁呢個時候務必係要抱住輸都值得嘅心態，去介入一啲回報與風險比率極高、set up 極佳，並且係非常強勢嘅領導股，因為錯失大型升浪嘅風險，遠遠係會比你輸咗嗰筆交易大得多。我哋再睇多一個實際交易嘅事例。咁喺有一啲嘅情況呢，如果嗰隻股票係處於52週新高附近，或者係處於歷史高位附近嘅話，咁我哋就未必睇前浪頂嘅 potential reward 嘅，因為我哋都要明白一啲實際嘅情況。例如果你想交易嘅嗰隻股票，佢係處於一個長期升浪嘅時候，並且佢一直都係展示緊一個強勢領導股嘅特徵，咁我哋進場交易嗰隻股票呢，其實就唔係去睇佢淨係翻到前浪頂咁少嘅，即係呢一度。
我哋係會博取佢會繼續創新高。咁呢個就係2024年12月1號，我喺 MIT 每週選股情報裏邊就將 Meta 呢隻股票放咗喺我哋嘅 buy list，目標係做 position trade。咁由於呢一隻股票呢係啲重大股嚟嘅，而且你會見到佢當時候嘅走勢呢，其實係處於一個長期上升階段啦，亦都係一浪高一浪緊，因此佢係絕對係有可能咧係繼續破頂、繼續創新高嘅。咁我當時候嘅交易計劃係要佢突破藍線嘅 breakout level，即係話呢一個嘅位置啦，跟住我就會進場噶啦。咁你會見到呢一度咧係好似一個 VCP 咁樣，或者你點叫佢都得啦，當佢呢一個突破 DTL 咁進場都得啦。而個關鍵係請你睇下我嘅 stop 係放喺呢一度，而第一個嘅阻力係喺呢一度。我哋喺呢度睇得更加清楚，我一開始俾出去嘅風險大約係 2.5%， 就算股價翻嚟呢一個嘅位置都好，其實回報與風險都係接近2:1。咁當然呢啲嘅走勢咧，多數都係會破頂嘅，所以我睇嘅目標咧，其實就係至少去到呢一個 TRL 嘅阻力嘅位置。如果之後股價繼續上升，去到嚟 TRL 嘅位置嗰度咧，個回報與風險比率咧係有5:1。我哋再睇下佢之後幾日嘅表現，咁好快我哋就喺呢一度成功突破進場，短短3日嘅時間，我哋嘅回報與風險比咧就達到2.74:1。咁睇翻我設置嘅止損呢一度，嗱呢個止損位置，首先你係見到佢係 make mathematical sense 嘅，頭先講咗啦，呢度唔再多講。而同時佢亦都係 make 一個 technical sense。試諗下，如果股價係突破咗嗰個 breakout level 之後，即係話股價係升翻上去所有嘅移動平均線上方，但係之後竟然再度掉頭下跌，跌翻落去我呢一個嘅 maximum stop 嘅水平，咁係咪反映出一個非常奇怪嘅股價行為啊？因為當佢翻嚟呢個 maximum stop 嘅水平嘅時候，佢就重新跌穿翻晒10天、20天同埋50天移動平均線，以及係跌穿呢一個小型止浪嘅低位，即係話呢一支陰燭嘅底部，咁佢係會跌穿好多嘅重要支持，同埋呢一度你係會見到一個咧疑似嘅 bear flag。假如佢突破之後再跌翻穿嘅話咧，佢同時亦都係跌穿呢一個嘅 bear flag。咁啊跌穿呢一個咁樣嘅 rising wedge 或者你可以叫佢 bear flag 啦，其實就係一個唔健康嘅走勢，好可能係會繼續下跌，形成一個 ABC 浪。而且當佢升破咗呢一度，然之後再好快跌翻穿嘅時候，呢一度嘅突破就好可能係假突破。做完 shakeout 之後，即刻向180度方向發展呢，其實係做出一個好強嘅反向動能。咁正係呢啲原因，我就將個止損放置喺呢一度。如果佢最後係可以成功咁樣突破並且上升嘅話，我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 reward to risk ratio。但係如果佢突破之後就好快掉頭下跌並且會跌穿我嘅止損嘅話呢，我放置 stop order 嘅位置亦都非常 make sense。睇多個交易事例啊，咁呢筆操作咧就係 Mara 呢隻股票嚟嘅。當時候我哋第一個嘅進場點咧就喺呢一度，當日佢咧係裂口高開，跟住咧就係 pull back 翻嚟 fill 咗呢個嘅 gap fill level 啦，並且呢個位置亦都係一個嘅 breakout level， 非常之接近呢個10 MA。咁我哋咧其實就喺呢一個嘅位置嗰度進場。然之後第二個嘅進場位置咧就喺佢突破嘅時候，即係喺呢一度，或者喺佢突破之後拉回翻嚟呢一個嘅位置。咁呢個位置亦都係前浪頂嘅阻力所 flip 成為嘅支持，並且係呢一個嘅 descending trend line 嘅同時支持。咁所以呢個位置咧，亦都係理想嘅進場點嚟㗎。好，換另外一幅圖，我哋睇清楚少少啊。咁我想帶大家睇翻咧時間翻嚟呢一日。好啦，咁當你見到一個咁樣嘅形態嘅時候咧，有啲人係可能係會喺呢一個嘅位置突破呢一度去進場嘅，因為咧喺 lower time frame 嘅圖表上面，呢個係小時圖啦。咁呢一度咧係做咗一個嘅 bull flag。咁對於突破嘅交易人咧，係咪喺佢突破咗呢一個嘅位置去進場咧，就非常之理想，去博取佢係繼續延續佢嘅升勢。但係下一個問題係，如果你喺呢一度突破進場，你嘅目標喺邊度呢？下一個重大阻力喺邊度呢？我哋睇翻前面少少啊，你會見到呢一度同埋咧呢一度咧，總之呢一個成個範圍都係一啲前浪頂嘅阻力範圍，即係話股價去到嚟呢個嘅位置就隨時掉頭噶咯。好啦，咁如果咧你喺呢一度去進場，咁個止損合理地係咪應該放喺呢度？我哋睇下潛在盈虧比啊，其實咧你嘅回報與風險比率只係得 1.13， 呢個潛在嘅回報與風險比率係咪合理嘅呢？我諗你有答案啦。嗱，我哋 fast forward 睇下佢之後嗰個嘅股價行為啊，見唔見到啊？喺呢一度佢成功突破咗之後，上到嚟呢一個嘅阻力位置咧，就即刻掉頭。咁所以呢一度雖然表面上係有一個嘅突破進場點，但係由於呢一個位置根本冇數學優勢，你係唔應該胡亂進場。我哋唔係話見到佢出現一個 set up 有突破就進場㗎，我哋冇必要諗埋嗰個潛在嘅回報與風險比率，以及你所定嘅止損係咪 make technical sense 同埋 mathematical sense。我哋睇埋後邊嘅走勢。
見唔見到啊？佢喺呢一度係打穿咗你嘅止損，佢專登係跌破前面嘅浪底，以及跌破呢個上升中嘅50 MA， 佢係專登係打穿你嘅止損 ，overshoot 完之後，跟住佢先同你掉頭升翻上去。咁所以如果你喺呢一度突破進場，設置止損喺呢一度，你只係開心咗一陣，但係最終呢筆交易都係要失敗。個關鍵唔係你嘅方法有問題，而係你冇考慮埋個數學優勢，冇考慮埋個 risk and reward 同埋個 stop。呢個亦都係點解新手同埋專業嘅交易人同樣都係做同一隻股票，但係專業嘅交易人係可以贏到錢，而新手卻係要輸錢。留意一下我哋進場位置喺邊度？我哋第一個嘅進場位置喺呢一度。咁當時我哋嘅止損咧係設置喺呢一個嘅位置嘅。嗱，喺呢一度進場啦，呢一度嗰個空間呢，其實係咪比起前面個浪頂嚟計嘅話呢？呢一個嘅範圍至少都係有2:1。而且我嘅止損係放喺10天移動平均線之下，呢度係追緊上去，所以如果佢翻嚟呢一個 gap fill level 冇反應，仲要跌穿前一日嘅收市價，以及仲要跌穿埋呢個上升中嘅10天移動平均線，要翻落嚟呢度嘅話呢，價格呢就唔係好正常啦。所以我呢個嘅止損呢，佢係有 technical sense 同埋 mathematical sense。最終我哋喺呢度進場之後，其實股價都冇跌翻落去，跟住就繼續上升啦。另外一個進場位我哋喺呢一度，咁我哋嘅止損咧就喺呢一度，所以你見到佢就算升咗上去，然之後呢一度出現咗一個洗盤嘅行為都好啦，其實佢係並冇打穿我哋嘅止損。我咁啱話呢隻股票截到我錄片呢一刻呢，喺呢個夜盤嘅時候呢係升緊7.47%嘅，咁意味住今晚呢應該就會高開喺27.88啦，即係話呢係大約係呢個嘅位置嗰度，係高開喺呢一個嘅位置。咁到時候唔知係上升定下跌啦。咁如果係上升嘅話呢，咁咪繼續延續升勢。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假如啦，你係喺呢一度去進場，呢一度做咗一個嘅突破進場啦。喺呢一度，然之後你嘅止損喺呢一度嘅話咧，呢度洗走咗你之後，佢掉頭上翻晒上去，而家仲有得升添，升翻咧就係上去大概28蚊左右，呢啲嘅升幅就同你完全冇關係噶啦。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咁強調嗰個數學優勢啦，以及嗰個潛在嘅回報與風險比率嘅重要性。我哋嘅進場位置分別喺呢一度啦，以及係喺呢一啲嘅位置。咁呢啲嘅位置我哋去定個止損咧，係可以攞埋啲移動平均線作為我哋嘅靠山，跟住我哋去定個止損咧，就會有技術上面嘅保護，即係 make 呢個 technical sense， 同時亦都係 make mathematical sense 㗎。咁中間就算啊佢係出現咗呢啲嘅波幅都好，我哋都唔係咁容易去俾佢震走，咁你先係可以安全地 stay in the game， 享受到佢短期震盪之後，然之後繼續上升帶嚟嘅利潤。咁而呢啲細微位呢，其實經驗不足嘅交易人往往都係忽略，亦都係往往導致咗點解同一隻股票我係賺錢，但係嗰啲唔係真心想學嘢，淨係抄個 number 嘅散戶，佢哋反而係輸錢。最後總結一下今堂嘅重點，就係唔好隨便進場，除非係有數學優勢。今堂講到嚟呢度，好好消化一下今堂嘅內容，我哋下一堂繼續。